神眷顧，路加福音7章16節，眾人都驚懼，頌讚神說：有偉大的先知在我們中間興起來了。又說：神眷顧他的子民了。神眷顧呢個主題貫穿咗新約同埋舊約聖經，喺創世紀50章24節就記載，當約瑟遇見佢嘅子孫有一日會喺埃及為奴，佢就對佢嘅孩子同埋兄弟們講啦：我快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眷顧你們，領你們從這地上到他所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去。按照神嘅時間表，以色列人由埃及人嘅捆綁之中得到釋放，係要一直等到400幾年之後先至發生嘅。但係當神臨到喺出埃及記3章7節嗰度話，佢係帶住權柄同埋惻隱之心，佢係見到咗百姓所受嘅困苦，佢亦都聽到咗佢哋所發嘅哀聲。呢個係神改變歷史嘅救贖行動，佢關心佢嘅子民前嚟拯救佢哋。要再過另一個400年，以色列嘅先知喺期間都係沉默住，佢哋經歷咗一段漫長嘅屬靈饑荒。阿摩司書8章11節嗰度話：這饑荒不是因為沒有食物，這乾渴不是因為沒有水，而是因為聽不見耶和華的話。當日子滿咗啦，黑暗結束嘅時候，神再次邁進時空，將信息傳俾一位叫撒迦利亞嘅祭司。神話俾佢知，佢即將誕生嘅兒子要成為神兒子嘅先鋒。喺路加福音1章68至69節嗰度話：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，因他眷顧自己的子民，施行救贖，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救恩的國。由呢個歷史背景嚟睇，聖誕節就會有嶄新嘅意義，而唔係一個為咗曲奇餅同埋團聚嘅美好假日啦，而係神眷顧，要由我哋靈性嘅牢籠中釋放我哋，並且滿足我哋急切嘅需求。由呢個聖經嘅觀點嚟睇，會點樣去改變你今年慶祝聖誕節嘅方式呢？懇求聖靈幫助我哋啦，阿門。